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27节到第10章第8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对抗偶像。我们昨天在主日的信息里面谈到了撒母耳刚刚开始在圣殿学习服事的经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没有上帝的话语，很少有启示，但是事实上撒母耳却听见了上帝的声音。撒母耳收到了上帝的启示和呼召，然而服侍上帝许久的以利却一点都听不到，因为在以利的心里，上帝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转变，我们就从他的2个儿子的表现即可明白。对他们而言，肉欲的生活是他们的首选，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并不将上帝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即便他们是在上帝的圣殿服侍的人。以色列人所要求来的第一位王扫罗，初初被先知撒母耳所膏立的时候，表现得还不错。甚至原先就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的改变，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临到了他。撒母耳对扫罗说，圣经的记载，他说他们走到了城边，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叫你的仆人先走。仆人走后，撒母耳就说，在这里停一下，我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撒母耳支开了扫罗的仆人，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膏抹扫罗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记载说，于是撒母耳拿了1瓶橄榄油，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他，说，上主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治理他的子民，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的统治者的证据。今天离开我以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谢撒，靠近雷杰的坟墓那里碰到2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驴已经找到了。你父亲不再担心驴，却担心你，不断地问人，我儿子怎么办？你从那里再往前走，到他伯的圣树那里，你会遇见3个人，你要去伯特利向上帝献祭，其中有1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另1个人带着3个面包，第3个人带着一皮带酒。他们会问候你，给你2个面包，你要收下。后来你要去基比亚，到上帝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营帐。你在进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群从山上祭坛那里下来的先知，他们打鼓
吹笛，弹着竖琴和七弦琴，并且受感忘形说话。上主的灵要突然支配你，你会跟他们一起受感忘形说话，像是另外一个人。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要照上帝导引你的去做。你要比我先到基甲，我会在那里跟你会合，并且献烧化祭和平安祭。你要在那里等7天，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该做的事。但是以后高升为王，似乎让扫罗骄傲了。他后来就忘记了他是受呼召的上帝的仆人，骄傲就变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基督徒的心中不能有偶像，更不能敬拜上帝又拜偶像。耶稣基督非常明白、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能敬拜上帝又拜马门。基督徒当要专心一意的敬拜上帝，否则混杂的宗教追求会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这样的提到了上帝与偶像之间的选择。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8节，保罗这样说，标题是写防备异教的影响。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正和邪怎能合作？光明和黑暗怎能共存呢？基督和魔鬼怎能协调呢？信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上帝的圣殿和偶像怎能并立呢？我们是永生上殿的殿，正如上帝说，我要与我的子民同住，在他们当中往来，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主说，你们要离开他们，把他们从当中分离出来，不要点燃不洁之物，我就接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话是我全能的主说的。上帝的圣殿不能跟偶像并立，并不是说上帝怕偶像，而是强调着基督徒必须非常清楚的、明确的、单一的、诚心实意的选择。所以保罗强调基督徒必须要洁净自己，没有杂念。我们再强调一次，那个选择必须是单一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又说道，他说，亲爱的朋友，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些应许，我们应当洁净自己，除去一切使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上来达到圣洁。基督徒必须要对抗偶像，反对偶像，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诗篇86篇求助的祷告，上主啊，求你垂听我，回答我，因为我软弱无助，救我脱离死亡，因为我对你忠心，拯救我，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信靠你，主啊，你怜悯我，我整天向你哀求，
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因为我一心求告。主啊，你善良又乐于宽恕，你对求告你的人有丰富的慈爱。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在患难当中，我呼求你，因为你垂听我的祈求。主啊，没有别的神比得上你，没有别的神能够有你的作为。你所造的万国要向你跪拜，他们要歌颂你的伟大。你有大能，你成就奇事，唯有你是上帝。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颂赞你，我要永远宣扬你的伟大。你对我的慈爱有多么浩大，你救我脱离死亡。上帝啊，狂傲的人前来攻击我，凶残的暴徒要杀害我，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求你顾念我，怜悯我，求你赐力量给我，拯救我，因为我像我母亲那样侍奉你。上主啊，求你向我显示你良善的凭据，使那些恨恶我的人惭愧，因为你帮助了我，安慰了我。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并且依靠上帝，没有受到混杂的宗教干扰。让我们坚持单一的选择，相信基督，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蒙恩得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